大家好，我係 K 啊。咁我哋馬樓成日都講話 location 要夠靚，而我今日嚟到嘅星海提岸咧，喺地段方面可以話擁有得天獨厚嘅優勢。因為呢一度係位於東鐵線嘅中心點，由火炭站嘅 D 出口行出嚟，過個馬路就已經嚟到屋苑嘅樓下。基本上咧，可以用秒數嘅方式去計算自己翻屋企嘅一個步行距離。鐵線嘅中心點即係表示6個站已經可以北上翻羅湖，同一時間咧6個站亦都可以南下去到港島翻工。所以呢個樓盤咧可以話係擁有北創科、南金融嘅呢個地段優勢。星海提岸佢全個盤咧有1300幾個單位，咁而家淨係剩翻4間極度震撼嘅呢一個天台頂層複式，成個私家天台嘅範圍得600幾尺，上面已經做好晒呢個燒烤爐啦，仲送埋你一個按摩自宅jacuzzi。咁其實阿 K 自己都有唔少客戶係中意享受翻一個戶外嘅空間嘅，再加上呢一度前面可以望到一個非常之開揚嘅一個城門台，同埋270度都係被呢個翠綠嘅群山所環抱嘅，所以空氣都清新過癮，成個居住環境係非常之開揚同埋舒心嘅。同埋面積大約係1640尺，咁睇一個4個3套嘅間隔。阿 K 嘅後面就已經係有3個嘅房間嘅，另外鏡頭後面都係另一間嘅套房。我而家一齊先睇呢一間套房，而呢一間套房咧，佢仲設置埋一個生活陽台，可以用翻呢一度嘅空間做翻一個衣帽間嘅範圍啦。行到嚟最入邊咧，就會係佢自己嘅獨立衛生間，再加埋咧佢個鏡面仲有一個 smart mirror 嘅設計，你可以一邊去到梳洗啦，一邊睇翻今日一啲嘅新聞同埋天氣報告。呢間主人套房都俾咗你270度嘅一個光電窗啦，任何角度都可以隨時享受翻出邊呢一個咁開揚舒心嘅一個美景。向後面咧就係最後嘅一個房間，隔籬就會有個下廁，亦都係大家最中意嘅一個光子嘅設計。而且阿 K 見過最實用、功能性最強嘅一間天台複式戶。喺玄關一入嚟咧，佢就已經係做咗2個到頂嘅鞋櫃啦。收納空間相當之充足，就算再多嘅鞋都唔怕冇地方擺嘅。嚟到客飯廳嘅範圍，一入嚟就會感覺採光度同埋通風度非常之好。發展商充分咁樣用翻出邊呢個山河美景嘅一個優勢，做咗成個銀幕式嘅一個全落地玻璃窗。客飯廳嘅空間相當之寬敞，同屋企人食飯嘅時候咧都可以享受翻出邊呢個山河嘅美景。而且一眼望出去咧，同其他嘅樓宇之間都有相當距離，絕對唔會話有樓望樓嗰種壓迫感嘅。另外，城門河除咗入境靚之外，夜景都好浪漫醉人㗎。做咗一個open kitchen 嘅 area 啦，之後再起身，可以一邊欣賞出邊呢一個咁開揚、咁綠意盎然嘅美景咧，一邊喺度嘆杯咖啡先至出門喎。另外都做咗豪宅標配嘅間店啦，包括有歐美知名品牌嘅咖啡機、紅酒櫃。上面都係一個好嘅質感嘅一個收納櫃啦，就做咗一間 powder room。你話咧，平時招呼親朋好友上嚟屋企玩嘅時候，咁就可以叫佢哋喺度簡單咁梳洗啦。阿 K 由3座落嚟之後，一路經過咗呢一個無邊際嘅泳池啦，另外仲有一個寵物公園，接由佢呢一個屋苑嘅一個扶手電梯落到去而家嘅呢一個基礎商場。呢度咧，無論你交通、地段同埋生活配套都可以話一應俱全噶啦。你話用呢個尺價就可以買到一個地段、交通配套都咁方便，而且仲俾你享受到山河美景嘅一個優質單位嘅話咧，其實真係性價比好高嘅。加上呢一度坐一個站已經去到中文大學啦。咁另外同一條線之內都可以直達到呢一個嘅理工、浸會同埋城大喎。所以你話以後唔住嘅話，就算拎嚟出租都唔愁揾唔到租客。如果你想獲取星海提岸樓盤材料同埋過嚟預約參觀翻最後呢4間嘅天台特色單位，盡快私信 K 啦。今日介紹就到呢一度，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嘅頻道，多啲點讚、關注、分享翻俾你親朋友啦。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